观众朋友，今日讲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其实讲起我哋咧消防队员，我哋从头听我哋嗰度新闻直播，如果看到我哋消防队员喺台湾直播出生入死，但是我哋今日有请到来宾咯，而係做聽我哋屏東縣聯絡分隊做14年嘅一啲消防隊員，我哋訪問伊講，伊從初做馬上我做一啲安危險嘅工作，同時都帶我哋嘅消防。對我哋一般出家嘅安全有乜嘅重要性咯？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來賓鍾勝正來到現場，勝正好。主持人好，大家好，聯絡消防隊鍾勝正，我本來係對美濃，佢高興今日來參加一個節目，大家好。好，勝正想問一下，從頭到我哋講開始有講到講，其實我哋從頭分享到講，其實消防隊員嘅工作規模下，好其實你這個嘛做14年咧。當初都話會先做安危險嘅消防隊員。有幾好講，有幾嘛想講係行路係行嗬，應行快。你想到馬唔係講一開始我冇想過做消防隊員。跟一開始做乜嘅咯？一出社會嘅時間，你是啷個一出社會嘅時間做消防工程，做工程就做消防建設批那種工程也好，就類似做工程生意頭那種嘅。做咗差唔多5年啦。嗰個其實消防工廠意思講，係做，比如講我哋做材料地方有關於消防嘅部分咧，都冇本人做。錯，係，嗰種係水天一種嘅啦。水天的一種，係，但是你有這個消防官啦，嗰度，都其實你專門是做入邊安尼一啲工作嘅。錯，但係工作做幾久啊？做咗差唔多5年。做5年。係，做埋個5年之後，因為我哋後生嘛，好有體力。他被看到年紀過大嘅，40歲、60歲，還是做一種辛苦身體吼。看嚟講，一種身體喺度，繼續按下去吼，沒辦法。冇講按後生嘛吼，複習書了，可能是考到證照嘛，就筆試啊，喺嗰嘛就以出書，出書一考，又考到消防實筆試。消防實筆試，係然後也係咪係一種工作咯？也就算。我哋個消防吼有分筆試，就專門畫圖檢查。我之前做就很多專門施工呀，就做工程施工嘅。一個就係講設計規劃跟乜嘢檢查呀種部分嚟啦。嗰度等於講消防工廠係我哋專門都之前都這段圖去做些啦嚇，但是也圖係。消防實批示發出來嘅，一樣關譬如講也去睇公司，也關係一樣去排，一樣去綁，都消防實批示。嗰種等於講也從伊個工廠使用，係個證照係咪？差唔多，就像建築師嘛，大廈就做泥作嘛，做泥師嘢啊，做表面嘅啊，就按嚟就分按嚟啦。消防咩想按嚟分？做工程嚟跟做設計規劃跟檢查。咁按你發定，如果你這個已經考上了，伊啲算是我哋國家證照嘛，哈。咁你都算是幾好嘅，那會唔會要做一種消防員咯？會唔會做畫圖消防，然後檢查嘅時間，然後我哋看唔是這個工程工地啦，工地做一種較辛苦嘅事條啦，做幾年之後，大概3年、4年之後，都到加工去消防隊招考。隊員，你上經濟部嘅經濟部嘅一個單位，就想講，以前都消防隊嚟檢查安尼嘅東西嘛我想講考嗰陣時，考到要加工去消防隊。咁唔難你發現喺參加喺樣嘅考試其實因為講，一般來講，我哋咧消防隊員都係對我哋咧什麼警察大學啦，無論我哋警察專科學校啦，做以前咪係警專嘅時節，無論講你冇消防課嘛，然後出來做消防隊員，咁其實就嘛應該有一啲設施嘅，應該冇辦法都行幾條路嘅吧？沒有，當時他們講差28歲啊，然後一啲時間加工期伊學一下證照。因為真係因為加工期點解嗰度工廠？係個工廠，工廠伊要檢查、設計，然後規劃一種喺度，有啲個民間嘅設計嘅電子工廠嘛一啲圖送嚟消防隊，就到當時有啲畢業就考就一個畢業啦，就要有消防設計師
一種味嘅，當時就印證一種嘅舌頭。好，就變成個野味味嘅，如果睇也可能是土。係啊，可能是土，然後平常要打火，要昆土安尼，一個味就安尼。啱嚟就要烤，就一個味。嗰種也俾工作，唔係講去學校讀書安尼嘅，唔係，而係另外一個考試。也唔係消防署，唔係消防署，唔係內政部消防署嘅，而係講個經濟部底部嘅消防隊。係，而媽唔想見少喎。嗰陣真係啲鐵考咪？而也唔係鐵考，而係好多自家招生，自家招生嘅呀，自家招嘅呀，自家招就像機場哦，機場它的也消防員嘛，像自己招生，跟建設冇關係，跟結果考試冇關係。咁就佢特別啲講，也要工作唔單止要昆土，又要打火。係。可是好，今日有問題都講，昆土、挖土一部分可能這個絕對冇問題，因為對以前對最基礎嘅，對老師有照顧啦，係有照顧嘅，然後學外中啊的消防設備師什麼嚇，喺度你考。唔會打火嚇，我對鋼鐵有讀過火，但是都消防加工器，大部分出嚟消防車出嚟一歲單位就冇，大部分啊都消防嗰度啦。對鋼鐵5年，鋼鐵消防隊5年啦。係，佢總係加工器一片咧，應該講以這個去做嘅一啲消防員嘅話，好多辦法去轉移到我哋一般嘅外面咧嗰種消防隊。而家個身份冇樣到，我哋咧。鋼鐵消防隊我對前陣啦，也身份屬於勞工，我見對屏東嘅也講到公務員，身份冇樣到，做唔得轉。哦，咁喺度喺屏東嘅人要重新再考過咪咯？係，然後對鋼鐵前陣鋼鐵5年之後，都好有警察特考，消防考呀，就1年開放就開放啊。開放乜個科系都可以考嘅，我一年要報，所以我一年講9年咧體檢要考到，所以我行路就唔怕有乜個考試就去考，乜個考試考就硬行噶，冇選到啦。但是問題至少行都應該幹成話佢順啊，個行嘅有上升上升就冇就安尼啦，唔想變就安尼。但是鬼奇怪你講。但是一路行落去行消防有件事情，其實有啲人講，譬如講，做睇工地做些鬼橋，啊，咁啊都去行業務嘅，嚇，無論話你話，你冇理想去搞嘅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師總係要去嘅加工期嘅時候，係，那見行還是消防嘅條路，喺這個盤帶都鬼上鬼希望，最時候就較有人來呀，就行消防，就。之後就考警察特考嘛，消防考嘅就考到嘅，然後體力分發就對屏東啦。屏東喺哪呀？我一時間最後考公務員警察特考，當時上是3歲啦。體力下分對於鳳山。鳳山。咁將來對鐵考嘅嗰種消防員同人哋一般嘅警察考教嗰種消防考出來嘅，而家工作內容有冇咁樣冇？相同，做個寫頭都相同啦，做個寫頭都相同。我哋屬於外勤嘅啦，外勤咧就對消防隊分隊，然後外勤咧，我哋做到外勤。因為像你講啦，你看，你這個考上去嘅時候，其實嘛已經3歲嘛，吼，好，唔想嗰種我哋嗰種講出得畢業嘅20歲，吼，叫做消防員，吼，然後你去我哋咧幫山，其實幫山其實。你算是消防分隊咪咯？係，我哋一下單位就係外勤，就外勤就做1年就24點做。我哋當時嘅勤務做2年，78點做，2年24點做。2年24點做。啊，嗰時就睇幫山，嗰時就係話，其實像我哋咧，因為我哋講，像消防嘅事情，我哋嘛，提講，有時都市鎮咧發生嘅事情，同我哋鄉鎮咧發生嘅事情。其實冇到相同，我哋都市鎮可能發生到嗰度嗰種我哋講太熱太火啦，但是我哋小鄉鎮咧可能民宅火之係啦，乜嘅嘢？從幾時你幫山嘅話，其實你冇玩到啦，我哋講反酸樹嗰度，但是嗰邊嘅話，嗰邊嘅消防嘅事情，大部分係哪一方面嘅事情咯？上下大部分都
打错过度啦，打错过度啦，啊，有个也有啦，有个都偏有过度，房山都他们1楼、2楼、3楼有过度安尼啦。可是变成讲，这边的这种人讲，豪宅的这种规模安排，规模跟形式较无相同啦，较无相同。那其实你房产差不多久啊？差不多1年啦，我2年。1年啦，后来都跳来。97、98年、11年就到联絡嘅，你到聯絡，一直都健康。咁像聯絡來講嘅話，其實又唔像房產按你講按鄉下，其實人還是會多一些。隔壁有平農師，係隔壁都平農師嘅，從事馬上都平農師啊。其實我哋以前嘛有談過嘛，等消防隊員都講，其實像有一啲事情發生嘅時間，你各分隊落去指驗嘛。好，嗰時就變成講，尤其係女僕一個廠，你說雖然講女僕隔壁都聯絡，然後隔壁有廠子馬上。平農師，嗰種睇聯絡嘅話，大部分係樣嘅一種負債情形嗰度。我哋聯絡吼，我目前可能係冇乜個睇到啦，大部分都種平屋啦，2樓、3樓啊種嗰度啦。啊，喺度假是講去指驗平農師咧，就可能個睇到啊種嘅啦。喺幫人哋打貨到一個地方發生火警，就平農發生火警。隔壁嘅分隊都要出來指驗，出來陳述。所以我哋聯絡單位會以平農指驗。因為可能伊啲平農師隔壁路九義啦、離港啦、重資啦，馬上隔壁路聯絡嘅。較小台是啊，中間就平農師講講嘢。嗰個畢竟唔聽其他睇嘅聯絡路一時多幾啊，差唔多1舊啊。我對嘅。12年有用，12年98，建築110年，12年有啦。咁人都看你對人哋一開始做工廠，然後又做考上一啲設計師，然後最尾又做一啲消防員。而家對人哋一啲人講職業生涯有乜想法？其實我都較是還好啦，只是講消防員本來就較夢想嘅一個設條啦，有可能比較較會擔心啦，啊不過也就設條咩？你還是感覺每一個設條都有危險性啊，注意啦，自家有覺醒啊嚟啦，自家底下講夢想對啦，要自家注意，認為嚟啦，啊如可能他們都了解啦。其實嗰度工作都有這個夢想，但是喺夢想底部，能用嚟去補充這個其實係最重要嘅。休息一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過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檔節目我哋來自美濃嘅鍾勝珍同人講，而家用啊行到消防一條路嘅。勝珍我想問一下吼，像而家已經跳到我哋屏東嘅聯絡嘅嘛吼，像喺聯絡嘅話有發生過這個影響過什麼事情？像我哋做消防嘅吼，一般都以救人為主嘛。咁嗰樣救人嘅東西，下擺來講，我哋感覺啦，我哋做下設條就是以盡心盡力去做，救得到救唔到，其實我哋冇想咁多啦。講我講一個啦，就一年嘅多年啦，103年嘅嘛，有103年聯絡有一個火警，差不多4點，一個住宅火警，當時寫社會事件，上擺有個我的同事林志龍有來嘛，伊嘛出去。當時火對上了，火對上了我跟林志龍加台嘅北上一年了，從個北下伊北位地步嘅啦，我下伊一條開門，伊上了看火狀況，當時火就門啦，我門打開了之後，消防車水乾了，水帶就係砰上了，單上了。其實我哋水你之後啊，只要水打出，啲火就慢慢嚟降嘅。啲地步有人啊，之後送醫院，有種嘅救唔到嘅，我哋冇辦法啦，係啦。就咁樣。因為其實唔係講每一擺，當然我哋每一擺出去 TV 都要救人，但是有時間真係都同步做無如講嗰種火勢嘅態勢，其實唔係唔能夠改變嘅事情。你像頭先我講嘅一件事情，對火場
就一定倒面咧都嘢。係啊，因為吼，係啊，你看門一打唔開。係打唔開啊！就變成講，即個一條成一批以後，馬上都一樓去幫門打開了，你個水先能綁一批。係啊，好，安尼，但是其實是慢慢講的延誤，如果有時有的東西，如果可能延太太年都煩佢哋。係啊，嗰種像安尼情形咧，發生比如講，而家啲聯絡馬上一啲辦都市證的啦，嚇，如果因為隔壁都重置屏東的嘛，像啲樣咧辦都市證的地方。民宅火警還是講我哋一般的嗰種大錯啦，嗰種那種嘅發生的事故嘅比例高大啊。其實只要有火吼，其實都屬於蚊香啦。有火嗰種情況，像個雜草火警，其實嘛有蚊香片咧，有蚊香片，要不然就對個火去燒到黏糊嘅啊。燒到黏糊嘅，一種咧我哋講嘅消防員嘛，佢緊張啊，水帶水管咧綁佢先間火滅啊！香港睇到嘅又係我挑田咧，火些時候我哋嘛佢緊張。係，相對嚟講，都係睇嚟個門，譬如講今年談到開始有火警嘅嗰種進步咗嘛嗬。睇嚟個火警，我講還是講一般嘅嗰種，我哋講草地上嘅嗰種。我哋消防員最強嘅就一棟睇到佢睇棟，然後地背路線佢複雜，你左邊轉右邊轉到下邊空間迷失最強就係你。其實冇太複雜嘅地形其實還好，就講鋪個胎，然後地背路線複雜，安尼係最強嘅。嗰時等於你講，譬如講嗰種一啲，尤其係香港人嘅都市鎮嘅地背，好，譬如我哋前一陣嘛，啲總發發生嘅嘅事情。像種嘅總發，呢種嘅態度屬於。複合式八大行業複合式，因為佢複雜嘅路線，然後還有天子廠嘛哈，迄個睇到嚟太東又高又太東，因為佢複雜啊，然後下邊就挑田就最簡單嘛，出你哋以北台北上2條3條4條嘛哈。就差啦，相對講可能夠簡單啦。但係即係比如講我哋複合式嘅睇樓，好尤其我哋都市鎮裏邊複合式嘅睇樓，可能第一層係上點，唔第二層要租要有很遠，有很遠地方，可能有啲個地方有很遠，有地方有商辦大樓，係啊，要一間咧，細辦公室，啊有個要很遠，冇多地方又有邊一啲其實冇登記嘅，唔知個買唔掂買個東西。後擺本來土著安尼也有啲。通道嘛哈，通道，然後給你改嘅邊入邊，冇同樣嘅，係啊，夾要自己拆開嘅，夾要冇相同嘅呀。佢將頭講，我哋喺咪明白，譬如我哋睇到發生一件事情以後，唔得我先拿到嘅睇到當初嘅一啲設計圖嚇。迄個假是講我哋一家社內啊，較有了解識啦。一般來就一般來講較嘛。係啊，因為從頭都講嘅，像有等於這個狀況，某時打一啲門，某時過一啲某東西，唔可能會同地啊。這地講也同人同地啦，但是嗰種嘢根本唔會同人同地啊。啊，發生事情嘅時節，就根本都行唔到。就慢慢你就自家注意啦，小心啦。但是從我哋講，其實唔能做消防嘛，其實消防係一塊。好，救護係一塊，嗰種只要睇連到他研究嘅，有對救護有一片部分的話，你這個有影響過什麼事情嗎？像我哋講啦，救護救災都相同啦，救人為原則啦哈，啊救到盡心盡力嘛，啊救護嚟講，之前有讀過一排就，我哋救災遇到現場啦哈，啊不過出勤嘅時間有講心臟問題，啊我哋遇到現場嘅時間有看過一啲。蠻60、70年吧，坐喺對門頭，然後佢兩輪胸頭、心講心臟問題啊，佢痛佢多，啊唔會嘛佢耳朵唔會咁講，但蠻痛啦，然後佢慢慢一查房嘅時間，你就明啦，然後命，脈搏、呼吸都冇，就好好你就對面前明啦下。哦，安尼哦，嗰時等於都。其實是一路心臟路點喺度，係點喺度，點就唔看到嘢時坐喺燈行嚟嘛嗬，然後係個烘落來哦，但嘢茶學叫茶單隻單個啊，啊坐一下時間就咁面一下就冇啦。係啊，嗰時等於都講，
可种一般呢，这种我哋常常而家讲我哋要听我哋嗰度我哋公共场所有个 AED 哈除颤器哈，嗰度你等于讲你这个团队也要指示，反正也可以去做一啲基础嘅救护，好，无论我哋嗰種發生嘅事情，嗰種呼吸嘅人要做 CPR 吧，哈，不然多少的話，我可以搶到一啲個緊急嘅時間，然後等到人來嘅時間，好，都接觸，係，安尼法律其實咧最好嘅。救護咧佢會固態，所以我哋見救護一個部分吼，有些教民眾版咧，全面 CPR 有教基本嘅 CPR，然後電擊器用嚟用，一般見公共場所都有空嘛，係啊，嗰個提升救護嘅咁嘅呀，存活率，哎呀，仲係你有救護嘅個，有人冇心跳嘅你醫院啊好出來，有度過。大概就較有成就感啦，係啦，因為其實對有人講，因為同你這個一開始都從我跟人講啊，其實有的人真的是如何親歷還是冇經歷，沒有安尼啦。其實也係人，我相信他個部分人都唔可以怪罪啦，因為有啲東西如果唔係講咩消防隊去，你一天可以救到人啦，因為有時現場嘅情形過複雜。係啊，唔講有啲做啱嘛係一個問題啊。有啲年紀骨太嘅，講嘅骨太嘅又身體又平，啊種嘅喺救其實也看願意啦，係啦。咁種人嚟講，你有讀過嗰種過路嘅嗰種嘢冇？唔講都有啊，鄰居作業啊，鄰居，安尼同事沒有人分鄰居作業收到啊，就下班就安尼畢業就回到面，呀，讀到呀，總係嘛冇法，真係冇辦法。嗰樣冇法，因為鄰居作業呀，還讀到神經病嘅沒有啊。哦，係啊，將來真的都變成工作以外，都真的都要過。工人去保護自家啦，就比如講你鄰居作業，你第一個鄰居作業，你就唔可以介意，唔可以出去，冇出現就如果出嘛出嚟出去，你就好好用片嘅嚟，然後好好嘅教上茶，所以而家好小心面嘅嚇，但係個退休嘅一貴。就按你用片嘅嚟，我就慢慢講啊呀。可是等於你講，真係我讀到嗰種嗰種。無強樣嘅嘢，無強樣嘅事情啦嚇。嗰種同我哋講，其實嗰種我哋可以睇事前嚇，你可以去預防，某個事情嘅話，你等於講唔是多到起火嘅，有起火嘅啦，有火災啦，嚇，無你講某個係路況啦，無論你時節嘅話，等於講我哋預防一件事情，或者你消防裏邊個重要一件事情。哦，我預防災害，然後預防某個災害發生嘛，有一個就避難逃生嘛，哦，安尼講嗰個是一般咯，安尼避難逃生啦，哦，安尼嗰個是有談到附近也係近年嘅上嘅時間，你會上嚟做冇？因為近唔見也係同台的。呢件事情都所以話人天時地利講啊，其實沒得講嘅，伊啲防疫旅館，啊，地利個談到有人講，誒，伊都有談到講有消防嘅嗰種鈴聲哦，有鈴聲哦，但是其實就敷衍唔前看到，係嘛？其實都講是我哋喺同台的，部隊就當我少。真影響嘅，我哋初一冇火冇煙啊，影響生意，唔係這樣。好，有問題我都嚟問廣東朋友，都從我哋頭頭我哋深圳同人講嘅，各種幾蚊嘢唔睇到麗莎嘅，好無論喺啲地方發現真影響嘅，但是冇看到有煙，冇看到有火嘅時節唔係這樣。首先下我對下我哋同講，你到底係這樣還是冇這樣？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自屏東聯絡分隊嘅深圳消防員同我哋問一個問題，佢就講唔睇到太樓地波有談到我哋嘅消防技能喺上嘅時節，但是冇看到火，冇看到煙咯，其實唔係這樣，係這樣。講一啲東西，我哋寒暑時節哦，我哋喺啲面容秋天嘅部分嘛，你就上了，到20頭啊。20頭，你談到你只有體重有感覺的體重，對客堂唔會總出一路本嘛。
我走路ไป邊嘛。嗰種係劇場阿方阿妹。係。會嘛，我離開一個烏龜嘛。係。啱普天門關咗嚟洗冇，冇辦法走水嘛。冇辦法。你係咪就地掩護是嘛？對。就按你，你有一種觀念就好。風你只要躺到經理有風，你有辦法走，你就一定要先走。離開一種態度。你意思講係躺到經人誒？但是係咪有看到風吧？唔前看到風。唔前看到風。冇嘢冇風，馬上去走。安尼。哦。離開要通態度為主，先離開一個。不管怎樣，甲先離開，後邊正是真嘅假嘅，唔怕，冇事一過來就好。等於如果我都冇想到講啊，可能係假嘅，我哋想就會延誤時間。係因為從頭都於是這樣的從比如東西衝過嘅時間啦，好有時候利用，然後啊我那個消防測試啦、消防測試啦，好然後繼續衝過啦，唔安尼想，一躺到嘅馬上看，天可以走，係的話可以走出去就走出去，先離開睇了，先離開睇了，提防係，先離開下提防。好，可是等於講，還是要有一點感覺講，有的事情唔管係真的還是假的，都變成真的去想過一件事情。而且我哋現在這個時間有其他東西唔會做啦，有其他東西唔會做，第一就唔可以拿重要的東西，唔可以拿重要的東西，因為拿重要的東西，拿錢啦、皮包的啦、某個鋪的啦，有種嘅東西會延誤時間，有種嘅唔好。第二唔可以坐天台，天台嗬，天台嚟講，雖然講唔對18的、17的個國台牌，你坐天台是國家冇到，啊萬一真是附近如果停天，停天你就對天台地方，出唔得，就困喺對地方。第二種就坐天台，第三種就變嘅浴室，洗身間種就變嘅。我本來想講，但係講嘅事情我都冇有原因，因為第三樣嗬。有一陣我哋睇緊嘢，佢流行傳到嗰種賴訊息啦，講乜嘅邊個提嘅交通間，係交通間，因為種嘛基本有水啊，然後我哋要乜嘅可以對到我哋我哋那個排水管可以抽氣啦，颱風咯嗰種佢有土地啊，佢結果唔知講唔冇哩，洗身間做乜做唔得，因為洗身間咧嗬，唔邊個地方，我注意洗身間嘅門而係塑膠門，係大部分門。按房間的門係書嘅門，書嘅門嚇，如果嘅書嘅門嚇，如果做一些塗料，大部分都有30分鐘嘅一種防火30分鐘嘅防火時效。按喺種假是對於交通間咧，伊門係塑膠門，按你啲火跟燃啊嚇，溫度到100度200度以上啊，而家溫度燃嘅溫度也會走嘛，燃嘅溫度啊嚇，伊讀到塑膠門嘅時間會溶會變形。火焰有呢度嘅，所以對於浴室交通間啊嚇冇效。還有啲人拿塑膠袋拖頭，呢嘛冇必要啦。因為塑膠袋嘅一度到少咩上塑膠會用係嘛，而且頭拿拖頭，你頭嘅時間塑膠袋都污啊，冇看唔到，走嘛走唔夾，所以冇用塑膠袋拖頭係。然後前一陣子有人講話乜呀？附近的時間一清毛巾啊，毛巾總是屁股，其實他原來講法只要有火有燃，然後一燃都有痛，按你猛災後冇有效，你只要接到有個東西，它本哈接到多腐爛的時間，你唔是冇辦法走啦。有其他方唔會做嘅就唔會做。咁總之按你唔好用濕毛巾種頭皮嘅時間，按我兩個比較講正確逃生方法。就有其他方做唔得做嘅事情就唔會做。係，對，如果我今日在度同我哋啲觀眾朋友要嚟再重新嚟講一下頭當我哋真正同人講嘅第一件事情，你講。有發生有談到人嘅都選擇出去，冇一定講哎呀，係咪咖啡啊？真係咖啡冇都選擇。天然都講冇加啲什麼前鋪嘅啦、前煙嘅啦、前馬區種嘅東西，因為嗰個東西前多時間、浪費時間咧。嚇，第三個都講冇坐天台，嚇，因為可能太快引入啲嘢啦，因為其實會停天，坐天台啊，嚇，真係是冇辦法。但是第四都講冇講
不用係肉痛嘅，係冇肉痛。尤其係即個肉痛嘅，我哋嗰度其實肉痛嘅地步好，因為肉痛嘅你可能用阿魯米門啊、塑膠門啊，佢絕對唔可以用，因為都是喺度用喺度以後，人風容易來嘅，嚇。嗰種肉痛係有啲開口嘅嚇，有啲譬如我有嗰種排氣孔嘅嚇，都可以佢邊可以去找數，無睇個人哋講，唔知個你只停咧，然後聽到你講冇用塑膠推拖出嚟，係塑膠都要推頭，因為其實佢。佢按過土按一啲地方時間，一塑膠都會用嘅，溫難度，唔可以同佢溫難度。哦，毛毛筆要請濕的毛巾捂住。係因為其實一點之前我都感覺到，誒冇唔錯噶，嗰種濕比較嗰種可以主動嗰度引啊，嗰度情形用嘅。火地杯嗬，最土嘅就引啦，引最土啦。你要濕嘅毛巾嗬，後邊倒唔到種嘅有土嘅，你直接接到有土嘅嘢，他們就面下嘢，面下嘢，所以影我哋對火場地杯嗬，嗰度一借我然後要避難逃生呀，借唔查了，大部分都係先接到人款咧，一般火手到嘅。嗰種唔係講火，只是係天時間少到，係因為係人用款到人，接到有土嘅人係，接到有土嘅人款咧。咁有啲問題哦，咁你幾時啊？跟我講，好，當我冇火冇人，我就馬上躺到攞錢出去。所以我頭先講冇火冇人嘅時間，係咪啲嘅錢出去就錯嘅？係。有火有人嘅時間就冇出去。好，咁天然問題，有火有人能用嘅。來，我哋都今日講正確嘅逃生方法。好，只要今年上，你就先以開門兩門呢邊啊，先名門把沒有鐵的哈，你只要名的門把鐵的燒一堆，兩門那一片一定有燒到嘛，燒的話就表示講一片火已經到門口嘅，你把手鐵的把手燒就一片有，呢個是你名一片冇燒，先開一門，開。門縫啊，門縫看一下有人冇？冇人就好，你就好出現。看有人咯，有人，如果看到是人，鬼流也鬼跑，一些人剛剛一些嚟，就都開始燒嘅。有種出貨來一些嚟，好，你走得就走，走唔得就冇命叫。好，喺度個是講有火有人嘅時間，你就冇走嘅。門關得啦，門縫啊，用毛巾上敷敷嘅，冇半人盡量呢啦。有個地方就我哋講嘅相對安全區，就讓我講嘅天同嘅時間，啱冇使冇關咗咧，咪冇啦就我就地掩護啊。按你意思，你就對一個空間做安全嘅地方，加個大天花板，這樣對，計報告挨對一間某個地方一度亮天度間。嘛睇翻你嚟睇到嘅，你就計這樣對保清楚，係對啊安全嘅地方，係冇嚟就話就對啊，門啊封好。這唔得嘅時間就係。唔得嘅時間，你至少把人房間變成一個相對安全嘅地方。係相對安全。把我哋啲門咧，嗰種夾把個四碰係全部啲網塞落。係網塞落，因為都鬼講講人入來，因為人係最危險嘅啲東西。數位門係可以再當一段時間啦，數位門啦，總比出去冇就人面咧對嘢冇好。都先看門圖，打開嚟看，人破嘅就。你講緊主要佢是誰嘅時間？你剛剛總嘅就總的就你了再過來，門來關嚟啦，好。然後喺度個是你一看只要可以出去你就出去嘛，出去之後你就一定行推牌嘛，行推牌，你推牌一盤哦，要先有門的推牌，有門的推牌，有嗰種消防門咧，係有門的推牌，你係攞防火門啊，防火門，有防火門的推牌個人睇。因為有人跟火哈，他們門動咗嚟哈，推牌都比較安全。你只要前日仲係有門咧，最安全。咁中泰樓發生火災嘅時間，我哋都得走上去還是走下去啊？像喺度個是門打開，冇火冇人就繼續走嘛哈，走到推牌時間，相當高也相當下。係，相當好相當下。只要我跟人講，喺度冇看到火，冇看到人，一般都係相當下啫。好，冇看到火，冇看到人，都相當下。啊，你嗱走出去。好啦，你多推牌嘅時間係咪？你想到多推牌嘅時間，想到先測溫度，冇溫度
打开了看一下里边有盐冇，冇盐你就上大只，因为盐哦上大个只1秒钟上公差。哦，咁樣發技師，然後相當我這1秒鐘2.5公差，這唔容易啦。喺度冇鹽嘅話，一天一晚相當下仔，有鹽你就冇嘢啦。唔只一睇法嘢，冇鹽你就這冇有鹽嘅話就門關起來，封起來，冇本鹽即睇法片啦，睇法嘢係啊。對。反正都沿着亂的啦，第一打前面有少冇，好冇少嘅話都打開門看一下，有火有鹽冇，冇火有鹽嘅話，唔有鹽可能太深就可以判斷啦。出嚟剛剛唔錯就好，再過來唔關啦。唔關係講，都是隻，譬如講出嚟去嗰種有火有鹽啊，你都先把這個推動人哋這個某個地方，把我哋咧門去設實啦，嚇。嗰種我哋也通可能嘛個安全，叫我哋行到我哋咧我哋台牌時節。好，買中央線面，好要少冇，冇少，打開來要開要鹽冇，好，嗰種死人死貨冇鹽嘅話，都出隻就下去，係唔是上到上大從就下，而家嗰種有嗰時都地都推過來，門關好，食好係食貨，你哋講翻下，等啲安全嘅氣味，一啲變成一睇，係冇法度一推，至少。碌開一部分，喺啲地方一部分，保持一啲最安全嘅一啲地方。然後喺度嗰時行到台牌有鹽有火嘅時間，即係講一個地方就是一個冇安全嘅地方，有火有鹽有溫度，你就門關咗之後你就反方向就最多要推軌鹽嘅地方嘛，反方向軌，然後記得打天花板消防隊講唔記對到咧，對來詳細講清楚，消防隊一般吼。有談到只要有訊息過有人命啊，人命吼，大部分都會先請呀。觀眾朋友，其實今日嘅節目，我希望講今日看嘅節目以後，可以記下普通人嘅深圳同人講嘅一條嘅步驟，因為吼，健康嘅人從頭冇啟動人哋嗰種貴複雜嘅態度，一態度地方可能又有賣食嘅東西啦，無論又有商店啦，又有客人啦，後冇又有辦公室嘅，可是其實附近發生嘅事情，其實呢個。我面到講嗰度鬼門險嘅一個情形，但是從頭到尾嘅生存講嘅，先去命，先去感覺到講，都係火人員入嚟，嗰種模範至少可以推到一啲最安全嘅地方去保護自己，然後最重要係馬上打電話俾我哋消防隊，提供唔自家人停嚟，安尼，最好有啲櫃台嘅機會得到嘅救治。好，今日各位感謝我哋深圳同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安多消防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謝謝。